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石头故意。石头果一颗推推，点点定形伫墙仔边，无水无籽，带淡薄仔古水。世间人啊，毋免咒惨伊会烂去。世事会烂去，嘛甲人的爱情无代志。过去就会过去，有人嫌伊无清气，家无来甲伊洗去故意，失去故意无滋无味，宁可洗出一片青翠。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故事第169集，欣赏的是嘉义的萧定春老师所写的《石头故意》。接下去，咱邀请萧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我住的所在都有一条对外口引入来的水沟。水沟用天然的方法，就是用石头做花，豆豆甲空起来。迄个石头若久来，拢会像青池。毋过若是较光的、较夏日的，就拢大角角卖。所以我一摆坐到迄石头顶悬，看过去，拢石头。规内底拢石头嘛吼，迄个狗仔看拢石头。囡仔来嘛，蹛石头顶，蹛跳搭，随着人欺负。要安怎吞，要安怎搬，要安怎耍，拢随着人。所以我就一摆坐伫遐时，就想着讲，石头故意。高中的时读到一句洪老孟的诗啊，讲花若解语。我先讲华语，恁可能听有了哈。花若解语，还多事。花若解语，还多事。时不能言，最可人；色不能言，最可人。这有诗的意思。讲花，大家拢爱花真水，看起来拢真好看。毋过讲伊若知影人的意思。嘛算家暴，多事的家暴嘛吼。石头点点去学了石头的真少，所以我才会甲写讲石头故意。石头果一颗推推，看起来也无啥物。有啦，有的石头有迄个形，专门人咧捡石头的嘛，捡个足水的、山水的，迄款石头嘛有。阮兜无迄款石头，阮兜拢迄个天然的石头。较特别的是一寡马齿石。要去石算较古早有形的，所以讲点点定形伫墙仔边，这真正定形踩落就踩落啊！你要去搬就无法度搬。当初是用怪手一粒一粒安吊安个落来，毋头去高咧歹搬无水无籽。我怎就开始石头加迄个你较早读的讲色不能言，最可人。下人的意思啦，迄个斗做伙啊，无水无籽。带淡薄仔古水，还有古早迄个古水味吼。世间人啊，免咒惨伊会烂去。这我咧
甲迄个海枯石烂连做伙啊，石头海水会大，石头会烂，迄个连做伙啊。啊，这世间人咧纠缠，甲我有啥物地带？甲我无关系。世间人啊，毋免纠缠伊会烂去，世事会烂去，世事会烂去，嘛甲人的爱情无代志。看头对我遮来，过去就互伊过去，嘛使安尼讲，嘛想过去就互伊过去，嘛会使安尼讲，过去就互伊过去。即个第二个过去的去是轻声，第一个过去的去是本调，毋是轻声。过去就互伊过去，就准煞的意思啦有人嫌伊无清气，家婆来甲伊洗去故意，等到伊若卡一寡青皮，还是一寡迄个卡乌，嘛是一种水无一定拢爱甲得甲足清气。洗去故意无滋无味，宁可洗出一片青翠。石头果一颗颓颓，点点定形伫墙仔边，无喙无舌，大淡薄仔古锥。世间人啊，毋免纠缠伊的烂去，世事会烂去，嘛甲人的爱情无代志。过去就互伊过去，有人嫌伊无清气。家婆来甲伊洗去故意，洗去故意，无滋无味，宁可洗出一片青翠。刷入去，咱邀请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讲解这首诗内底重要的单语文用字。石头果，咱知影迄红山，家己有一个红山，水里搁入去，伫塔山下骹，红山，伊个旧名叫做石果盘。咱台湾人讲石果，即摆一般拢写做迄个拍鼓的鼓，其实迄个鼓伫台语内底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大的意思。像讲夹鼓，毋知捌听过无？夹鼓可能毋捌听过。阮兜因为有水的关系所以迄个四脚啦、田夹啦有够济种。有诶，那像迄个较早外国、美国进口的迄个牛夹迄款的若是较大只的，讲叫做夹鼓，夹田夹的夹，讲叫做夹鼓。即个石头鼓，佫有讲叫做大厝鼓，大厝鼓。所以即个鼓字。你若干那用即个拍鼓的鼓，要代表怪怪无够。我找30-40张，找到即字倒边是故意的故，正边是迄个假使的假，假设的假，还是请假的假。我讲请假可能无人听有，大人讲请假。请假就是请假的意思啦。所以讲我都爱讲台湾人讲差不多就好嘛咱就知影伊本来有分的嘛，结果变做请假伊即请假。所以老人不要请假，我你请假我不爱讲笑啦所以这个故字在正边就是迄个假日，毋是假日假日正边。有人嫌伊无清气，家婆来甲伊洗去故意，洗去故意无滋无味，宁可洗出一片青翠。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丁春老师写诗兼主题讲解，专门 K 电台制作，讲述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